迄个力啦，吼。啊，你若阁无开门，我等下就去老虎加时间咯。结果姐都唔听话就开门啊。我无一个入来，我无一个会入来发生什代志啦？就是对，啊，我就是开门了，我无讲恁这两个囡仔只有无礼貌的，门拍开也袂晓甲我顾无拍招呼。啊，吼，啊，就是嘛足暗啊，吼，啊，我吼要甲恁做伙困，要甲我无要甲两个囡仔做伙困，咱三个去做伙就好。啊，妹妹吼，你甲这一年话讲，这个姑婆吼，伊的嘴吼，渐渐会甲咬，足恐怖啊，足恐怖啊，吼，啊，结果妹妹讲，我把三个人困，因为吼，我会认眠床，吼，啊，姑婆就无奈烦讲，未使，咱就是爱三个人同齐困，安尼你甲袂叫老母教的。啊，姐姐讲。我是大人啊，你是囡仔，你要认眠床，我要甲姑婆困，我沿暗就免惊姑婆来搞，老虎来甲我教。嘿，按公照，啊，伊就问高三仔讲，高三仔，你为虾米唔爬树啊？你看高三仔佮挂一个真相，会水镜，嘿，是哦，大家拢足厉害。啊，高三仔就甲按公照讲。因为我想要学鱼仔伫水内底游，嘿，所以咧，按公照佫问高三仔讲，高三仔，你为虾米唔爬树啊？即摆高三仔佫咧创啥？摕叶啊，安尼，伊想要会叶啊，伊想要，因为伊想要学鸟啊伫鱼顶飞。那老师，他有在下面评论者，我敢记得好。好的，就咱学了一个，他若无正，伊无正就是。无问题，无小可来讲。嘿，伊嘛做上高啊！你那叫一只因为伊想要土啊，土骹顶悬跳，敢有找着土啊？来咧，按公照佮问伊讲，高三仔，你有啥物唔爬树啊？你想要爬树啊？无对，真厉害，因为我想要学山药伫山壁顶悬行，山药伫底，敢有看到？无对，遮。就是姐。刷来我这大哥哥讲故事互恁听。这按公照，佮问高三仔讲，你看迄高三仔看起来有做咯。佮问高三仔讲，高三仔，你敢会游鱼啊？伫水内底游？大家要看嘛会晓吗？你看伊嘛是共款有做。伊就讲，伊就最伤心的讲，我袂晓。刷来按公照，佮问哦，伊足白目的哦，人拢啥样袂晓爱伫问。好，按公照问高三仔讲。高三仔，你的亲像鸟啊伫天顶飞啊嘛？大家要看嘛，敢会晓？袂晓吼，无毋对。伊愈来愈有准啊！即摆咧考啊，即摆咧考啊，伊就讲哪考哪讲，我袂晓。刷落来，按公照嘛是搁较白目哦。伊就甲伊问讲，高三仔，你会使像猫爸你会使甲猫爸走甲平紧啊吗？大家要考嘛，敢会晓？伊考甲愈伤心啊！愈来愈伤心啊！伊就坐伫遮，你看，考甲遐伤心，讲我也是袂晓。然后就交互一个阿姊讲故事互大家听。刷来按公照就继续问高三，你敢会亲像拉力共款？软入去地骹、土骹、粪坑内底，恁有伊会安怎回答？袂晓吗？嘿，咱来看嘛。嘿，高三伊就一边哭一边讲，我真正袂晓啦。来
继续。高山啊高山，你敢会亲像兔仔共款伫草地跳吧？请看，高山你哭，伊会安怎讲？袂晓。好，咱来看。嘿，高山会一边哭一边讲，我阁真正袂晓，伊啥物拢袂晓。继续。高山啊高山，你敢会亲像山药共款咧爬山壁吗？你看，伊趴伫草骹哭对不对？我平安知。袂晓，嘿，咱来看。伊就讲，伊就一边哭一边拍涂骹，讲我遐是全部拢袂晓啦。最后暗公照就甲高山啊讲，高山啊高山啊，嘛无人亲像你共款遮尔啊会晓爬树啊。最后暗公照甲高山啊讲，高山啊高山啊，无需要去欣赏别人的能力，爱肯定相信家己的才华。安尼，咱的故事就到这，多谢大家。再想一个想一个后，发现讲哇，原来伊袂记哩做一个窗仔门。所以咧，在伫伊的赶紧伫伊的这设计图面顶，或者伊的设计图面顶摕支笔，赶紧甲伊的窗仔门画起哩。然后咧，在呢就伫伊的厝，伊的茶厝的四面，前2、3、4、4面呢，到4界的窗仔门顶。安尼就有光伫入来。有4个窗仔门，伫小木厝内底，伊变甲足光的啊。冬天来啊，仔伫头前的窗仔门看到一只小鹿，就请伊入来做伙住。仔伫后面窗仔门看到蝴蝶，嘛请伊入来做伙住。仔伫倒边的窗仔门，佮看到一只花仔，嘛请伊入来做伙住。像龙仔囝，共款请伊做伙入来住。毋过咧，房仔厝内底客伤济人，风会一声裂开啊。毋过无要紧，大家做伙搁起一间搁较勇、搁较烧热的茶房仔厝就好啊。到几界窗仔门伫伊厝内底，一开始时阵，哦，这牛，看拍拍啊，那这牛，有在注意听哦。来。谢谢，爱公谢谢。这两个去。是的哦，爱食赞回答信卡。这位。这个妹妹。这个嘛举手，这个有回答无？你有回答无？好，安尼话第2个问题哦。好，第2个问题大家注意听哦。为虾米伊的厝会用壁骨？啥喏？哦，这妹妹大声举手哈。回答。退休的人啊。呀，拍好啊！嘿。好，这个故事内底有几只动物？啊？紧去算，紧去算。安尼讲好啊，这个小型的这阿呆呢，到底邀请几只动物来带引导？邀请5只，你举手。
几只？来，再讲。几只？伊邀请这小品的阿呆邀请几只动物，头头讲是邀请几只动物来引导转。五只，这个讲五只，毋是五只。安尼毋对就对啦。哦。对4只。我讲5只，可能是甲这小品阿呆嘛算是，伊是小品阿呆，甲他邀请4只，啊，就是算5只是甲阿呆嘛算是5只，这嘛是。嘛要送伊礼物就对啦吼。好，拍福啊一个。那有野手的勇气。我后来摕地方看淡一煞，啊，这4个动物呢，到底是啥物动物呢？